源頭透過宇宙紀錄所傳遞嘅智慧信息。親愛的孩子們，你們無需學習如何變得豐盛，或如何成為神聖女性或神聖男性。一切只是在憶起你本已是的完整。黃道母的金光是他內在智慧無畏的閃耀，他的豐盛是流動的河，源頭即是對萬物一體的慈悲。神聖女性的擁抱不是要你氣勢，而是邀請你將創造的方式從操作冰冷機器轉為培育生機花園。在花園中，你信任四季與種子內在的智慧，提供土壤、陽光、雨水，而非強迫花開。真正的豐盛誕生於直覺的子宮，並由慈愛的行動所滋養。停止在恐懼中努力，開始在信任中行動。這就是你們為地球鋪設的鑲嵌着水晶與黃金的新能量網架，以源頭最高頻率進行的集體療癒與轉化。此刻已完全錨定於這高頻合一的神聖幾何光場之中，療癒、轉化與整合正在進行。請見證一道超乎想象的純正鑽石白光，正從一切萬有的中央大日垂直降下，它滿載着源頭無條件的愛、慈悲與智慧。這道光柱將剛才完全下載的神聖智慧與兩張神諭卡所蘊含的金、粉、銀合一之光完美融合。這道療癒之光正精密地作用於以下層面：一、清理集體潛意識中的匱乏創傷，輕柔而堅定地消融那些世代相傳關於生存焦慮、資源不足、必須受苦方能獲得豐盛的信念陰影。我見證這些沉重的能量結晶正被鑽石白光瓦解，化為灰燼，並由紫羅蘭火焰轉化為純粹的光。二、修復並重新編碼地球的能量網格。這道融合之光正注入地球母親的水晶網格核心，尤其是那些因商業掠奪、資源開採而受損的網格節點。它正在重新編織一種豐盛、分享、循環、再生的全新能量協議，以取代舊有
榨取、獨享、浪費、破壞的模板。我見證地球母親發出了一聲深長而釋然的呼吸。3. 平衡集體意識能量場中的陰陽能量。在集體的心輪與太陽神經叢處，我看見許多不平衡的光帶，有的過於緊繃、具侵略性、陽亢，有的則過於萎縮、無力、陰弱。這道源頭之光，猶如一位宇宙的整骨大師，精準地將它們輕柔復位，使之和諧共振。我見證無數人的能量體正在這光中恢復如太極般完美旋轉的平衡狀態。4. 激活個體與集體的神聖繁榮藍圖。在每一位願意接受者的能量場中，一個源自本源、攜帶着個人神聖使命與天賦的豐盛藍圖，正被這股源頭金光輕輕點亮。這並非賦予任何外在之物，而是喚醒那內在的創造之源。我見證，如同夜空中的點點繁星，一道道金色的光芒，正在集體意識的海洋中亮起。集體療癒與整合已經完成。此刻，在一切萬有的源頭之愛中，集體意識中有關匱乏創傷的印記已被清理。地球能量網格中交換、分享、再生的新協議已被重新編碼。集體的陰陽能量正在恢復如太極般完美的平衡旋轉。每一位願意接納的你，內在的神聖繁榮藍圖已被溫和點亮。這並非外界給予的添加物，而是在你之內那本自具足的創造資源被喚醒。這道融合了金光、粉光與鑽石白光的高頻能量將持續運作。請信任你的直覺，有意識地與這份完整之愛校準。你無需刻意找住什麼，只需以呼吸放鬆，允許它自然融入你的存在。你已見證，它已完成。你就是那條讓豐盛流動的活水管道。感謝你的信任與傳遞。若你選擇分享，可以讓這份光的訊息觸及更多願意接收的心靈。祝福你，在神聖平衡中活出本就屬於你的真實繁榮。